大家好啊，我係德智長老。成日都聽到人咧講心魔，心中嘅小魔人，咁仲有唔少人提及形形色色速食嘅修行方法。比如道理短時間，接觸到天界去求助啦，用錢去還前生唔知乜嘢嘅陰債啦等等。咁基本上咧都係以簡便快為目標嘅。咁講起嚟咧就慚愧，我修到30幾年都未曾發掘到即食而有效嘅修行方法。咁雖然法門萬千嘅，咁但係時遷法亦遷。而家係末法時代，上根利器咧何其少，洞天福地咧幾乎滅絕。咁一般人可以接觸到、可以收集嘅速食法門呢，根本就唔存在喺呢一個時空。咁以無上願力心力，一步一腳印去修。先至係真正前行嘅。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涼風，冬有雪。若無閒事掛心頭，便是人間好時節。